哦，用着你通过主耶稣降生带来每一个人无同款生命的黎明，主照着阮无同款的需要，主你成就你奇妙的恩典。那伫今仔日，我们庆祝这个圣诞节，有真侪阮的兄弟姊妹，甲阮三甲做伙，无论是喜乐保院，无论是向日葵学园，无论是展望会的孩子，搁有阮家己教会兄弟姊妹，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，互阮伫主耶稣所带来这个代表稳定的日子，阮伫你的面前出声学乐你，我嘛搁伫你的面前，为着新的一年，将来阮的头前的路站，恳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。主愿将所有侍奉的同工，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互阮参与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亲像圣殿内底的祭司，我们恳求天父上帝，互今仔日敬拜赞美的领诗，今仔日的圣歌队搁有课业组敬拜赞美的侍奉，恳求天父上帝也甲阮师会的同工总圣长老同在，主愿阮所共读的圣经句句拢刻条伫阮的心内。主啊，你所应允的话无一句是空空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听见的人就欢喜来讲阿门。恳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，互今仔日的礼拜，老人囡仔拢得到欢喜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咱来预备做圣餐。因为休蛋姐，好人排一下队形。这个时钟快5分钟哈，所以你们排一个队形，排一下队形。
像咱这方向，右传，我传。啊？要不？敬拜赞美赛开始，不要紧。现代教理耶稣听你，真欢喜，咱今仔日有导院咱的家人，有向日葵学院咱的学生，嘛可能咱有咱的家长啊，做亲人朋友，咱做伙组织伫遮敬拜上帝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。咱做伙来吟诗。咱做伙来吟诗，圣诗83首，圣诗83首，听听天使欢喜的声。
主的声，希望大人对主来行，欢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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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国君王今日出世。这首诗歌。伫圣经内底故事，伫迄暝，伫旷野有雇羊的人，伫遐收耕咧顾因的羊，忽然有天使来甲因报好消息，因一个着惊，天使甲因讲无得惊，伊报因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伫大必的城，为着咱享受一个婴仔。就是主耶稣，救主耶稣为咱来降生，这是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咱接续用欢喜的心做伙来吟，大家大欢喜，学乐来吟诗。大家大欢喜，学乐来吟诗，顺下的情路主，主的情白是，天顶天看人群，好变我的主，只是这里作为降临行为义，大家大欢喜，学乐来吟诗，顺下的情路主，主的情白是，天白行天，大大有福气，好山啊好山啊，大庇的好的，咱主早所立誓，天理的作家，只是已经应验，应验到万世。天白行天，大大有福气，好山啊好山啊，大庇的好的，大家来迎接，学乐主上帝，好山啊好山啊，大庇的好的，地面无作威严，阳光归天白，地面和平稳定，不等到万世，大家来迎接，学乐主上帝，好山啊好山啊，大庇的好的。请来，请来，伊玛瑞利，咱邀请主耶稣来。请来，请来，伊玛瑞利，救赎以色列家家的，伊受千山世之相信，
请来亚瑟君敬，他帮撒旦手来变心，拯救离开地狱变心，拖出希望。梦胜利，欢喜欢喜，以马内利，以色列他主被来临，请来代笔所示，稳定的门为咱大开，透天的路为咱开拓，端坐是心愿。这个日子代表希望，我和主耶稣的性命，点着这个日子。这支蜡烛代表主爱，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到这支蜡烛。这支蜡烛代表喜乐，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到这支蜡烛。这支蜡烛代表平安，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蜡烛。基督，往主耶稣基督的名点到这个蜡烛。
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想属咱，伊的名要称作奇妙无事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的爸，和平的灵君。伊的政权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。今仔日伫大伯的城内，为咱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咱着敬拜是敬虔。请咱做来吟圣诗82首，着听天使在恁讲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比勒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，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
我信圣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得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那这请坐。请咱做伙来启用启文31篇。迄个捌受痛苦的地，无得徛伫黑暗。将上帝和沿海路约旦的河外，外邦的家己里得到阳光。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荫的地下，有光照因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想死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作奇妙的魔术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爸，和平的人君。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。伊是伫大笔的宝座，甲伊的国。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，保护伊，对担到永远。万国的摇花因着心要成这个事。阿门。接下咱得来吟圣诗152首。我来朝见你，救赎我的主，请咱坐咧吟全首。请咱做伙额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抱着感恩甲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伫这个充满愿望甲喜乐的圣诞节期，阮要同心纪念你。感谢你为着要拯救阮，赏赐独生圣囝耶稣，降生伫卑微的马槽内，
要将光带入黑暗，将平安带到人的心中。伫即个圣诞的时刻，阮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，愿你的和平临到战乱的所在，愿你的医治临到悲痛甲忧伤的人，愿孤单的人得到安慰，愿失望的人重新看见希望。阮也为着阮家己来祈祷，求你更新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毋嘛干若是庆祝圣诞节期，更加会当活出圣诞的使命，互阮也会当真侪传递听甲光的人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愿深深感谢你的降生，特别感谢你一直甲阮同行，愿阮的敬拜得到你的接纳。愿一切荣耀、尊贵、权柄，拢归伫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名求，阿门。上帝的忧歌，就是躲避世间的罪。咱先请圣歌队。主
煞，咱都请主日学来而乐。庆祝这个好消息，向世界传扬神的大爱。耶稣降生带给世人这平安，这是一生中最棒的祝福。来吧，来到圣诞里，让大家去庆祝这个好消息。来吧，来吧。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。咱先来看旧约圣经诗篇95篇第6节到第8节。来啊，咱着鞠躬敬拜，跪倒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有生的百姓，是伊手的羊。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，第8节。就毋通硬恁的心，亲像伫米利巴，亲像当日伫旷野的玛撒。请咱都做伙来看新约圣经《路加福音》第2章第8节到15节。迄所在有各样的住伫山里，眠是守见顾因的羊群，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微雷照因，各样的大惊。天使答因讲：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好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
伫大别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泽里的，这呢就是互恁做记号。13节，忽然有侪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伫地讹落上帝讲：伫极悬的位，荣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15节，这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，各样的三角讲：当咱来去伯利恒看所成的事。就是主所报互咱知的，阿门。讲道，今仔日耶稣为咱降生，请曾牧师。代表主耶稣甲教会欢迎第一摆来到德登教会进入教会的朋友。圣诞节就是一个什么种的节期？基督徒常常真欢喜庆祝这个圣诞节，因为伊是一个故事的开始。这是一个什么种的故事？这是一个什么种的节期？今仔日咱有准时来的朋友，你有看到阮有几个囡仔？老师带因伫头前点到4支蜡条。点到蜡条毋是一个一般的宗教仪式蜡条，点到蜡条是一种的祈祷。愿望这个蜡条代表愿望，这个蜡条代表平安，这个蜡条代表喜乐，这个蜡条代表平安。每一个祈祷点伫一支蜡条，最终这个紫色的，伫阮的教会中间，伊自古以来2000年，这个紫色的蜡条代表尊贵的色彩，伊是代表主耶稣伊降生伫咱的中间。所有的好朋友。所有的家长，也所有的向日葵学院以及展望会的同学，愿主耶稣带予恁伫你人生中间的祝福。圣诞节就是一个什么种的节期？是一个教会讲故事的节期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更较要紧，圣诞节就是一个愿望的开始。伫这个节期，咱代表咱愿望，咱的祈祷，伫明年会当有好年冬。咱伫心内的祈祷，咱愿望伫咱的人生中间有一份幸福，有一个帮助。主耶稣就是代表上帝，伊带来世间人一切愿望。拄则咱的咱的长老甲咱读的这段圣经，其实无够也真充足，通来表明圣诞节的故事。圣诞节啥物人上爱讲故事？毋是主日学的老师。头一个讲圣诞节的故事是啥物人？其实就是耶稣的爸爸。等下咱来读到一段话，因为天使甲耶稣的爸爸讲：，这个囡仔出世了，你该号一个名，叫做耶稣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若你的朋友问你讲：，你信耶稣？耶稣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你敢会当真清楚甲伊讲耶稣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故事对老爸开始。后来，这个故事伫今仔所读的这段圣经，伊讲天顶有天使，出声伫迄个旷野中间，一群人讲话。伊讲伫至高的所在，荣光归予上帝；伫地上平安归伫上帝所听的人。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天使代表2000年前，上帝对世间人讲：今仔日我要施恩祝福，互咱大家。无论咱是教会的兄弟姊妹，无论你是因为受邀请来参加这个圣诞节庆祝的这个礼拜，愿天顶的上帝拢施恩祝福，互你的人生中间，因为耶稣的降生，你得到对天地来祝福。其实讲这句话，所以伫圣诞节有真侪教会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庆祝。德登教会是一间真开的教会，无在调用甲这个卡斯足大，卡斯就是讲排场就排场。我伫美国一间教会看见因的圣诞节，圣诞节是天使用迄个钢索对天花板顶管安尼，哇，真飘下来。迄老师甲囡仔就带迄个小绵羊，甲真正个带驴子安尼，就对迄个外面入来。因为教会足大，那体育馆安尼有够个排场。因咧唱圣歌队的时阵，真水的声音，是真专业的乐器。德登教会无法度安尼，
但德光教会对咱的分享甲祝福，是对心底嘛是完全。愿主耶稣今仔日这个降生的故事，伊伫这个所在讲，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牧师毋是天使，但是牧师代表主耶稣甲恁邀请讲，愿恁伫一生中间对今仔日开始，幸福到你一生的路尾。我们要甲相知学院的同学跟恁分享，这个主耶稣可以带给你们一生的幸福跟帮助。你来听，你嘛会讲，我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因为这天使对这点过羊的人，这个曠野中间咧饲羊的这群人，这个故事开始是安尼。天使甲这群人讲，伫恁的祖先所预言的一个古老的故事，今仔日已经真的，已经迄个耶稣已经降生啊。所以这个故事是一个真的故事，伊是一个美梦成真的开始。我咱伫今仔日这个圣诞节，每一个朋友，你也可以许一个愿，你会当你的人生讲，到底真的假的？我来去看卖咧，我去看看。我今仔日这个故事带互咱真侪感动。听见伊讲，你就要看见有一个红婴仔，伊倒伫一个马槽内底，那就是一个记号。记号伫圣经伊原本的意思翻译出来，英语有一个字叫做 miracle， 神迹。伫圣经中间咧讲的这个记号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的开始。愿咱的生命充满奇妙，也愿这个主耶稣带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伊今仔日的圣经安尼讲，伫台北的城，为着恁已经出世伫个救世主，伊的名叫做耶稣，伊要成做世间人的拯救，伊要带伊的同胞，要带伊的兄弟，要带伊的家族，脱离黑暗的关系。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，这是圣诞节的故事的象征性。所以今仔兄弟姊妹，咱毋是犹太人，咱嘛无住在耶路撒冷，咱无法度去圣经中间咧讲的这个足出名的伯利恒。但是伫咱的心中，伯利恒就是代表你的心内有一个盼望，迄个主耶稣会进到你的心中，你的心中就是伯利恒。今仔日这个教会嘛，代表伯利恒的这个马槽。要邀请足侪朋友，咱做伙来参加。今仔我要甲咱分享3项代志，美梦可以成真。第一，美梦可以成真。你想看卖？伫你的一生中间，你感觉有一个许愿，就是你捌伫你我若大汉了后，我将来的确要安怎？咱若看到一个互咱真尊敬的人，咱若看到一个互咱真欣赏的家庭，咱拢会讲，我将来嘛要亲像伊安尼。愿今仔日这个故事带咱各位朋友来让对心中许一个愿，也愿这个美梦能够成真。圣诞节故事咧，甲咱讲，这个梦不是古早的梦，是今仔日今天就成就。所以第二，我要甲咱讲，圣经中间今仔日有一句话，咱可能听过，咱无一定会注意。咱会注意到迄个天使所讲的话，咱会去注意到迄个情境。就是讲，有一粒足青诶、足光的星伫天顶，人看到迄粒星就代表一种的记号。咱会看到真侪话，但是今仔这圣经中间有一个字叫做“今天”。今天伫这个圣经中间，这个讲故事的作者，伊叫做路加。路加谁知影这个故事？是因为伊拄到伊的一个真尊敬的耶稣的妈妈，叫做玛利亚。伊就问玛利亚讲：“玛利亚，玛利亚。”啊！你生耶稣啊！伊伫出世到即摆，有啥物种的故事？啊！这个玛利亚就笑笑，开始讲对耶稣出世迄一暗所发生的代志。这个路加是一个真够记载故事，亲像这个咱咧讲新闻记者，伊所有的细节拢写甲足清楚。伫伊的这本的福音书内底，最要紧有7摆讲到今天。伊讲今天为你们降生了一个主耶稣基督。伊讲今天救恩必临到你的家。伊个讲一解，今天你必与我同到天堂。也是恁有熟悉这经文无？路加是一个真够抓条今天这个字的人，伊伫伊的故事内底7摆讲到这个今天。伊的意思就是，所听到的这个故事拢甲我有关系，而且是伫今仔日要发生。兄弟姊妹，你对你的人生有一个期待，望你嘛当伫今仔日这个礼拜堂内底，你会当许个愿，
你讲那假使今仔徛伫讲台，迄个穿乌衫的迄个牧师，伊所讲的遮个故事，若是真的，你互我看见，你互我拄着，你互我经历着。第三，我要甲咱讲的就是，咱做伙来。今仔这两段圣经中间拢讲去参加一个真特别的这个活动。天使甲这个雇养的人讲，伫恁无偌远进前头前，迄个砖头有一个婴仔出世。这个牧羊人就讲，咱来去看。兄弟姊妹，若好康的，若祝福，咱无愿意去看，咱嘛无愿意伸手来摕。这好康的无一定叫做你的好康的。今仔日咱咧讲的好康，毋是普通食、穿、用。今仔日所咧讲的好康，是代表咱的一生中间有真正的平安。无论我的人生拄着什么种的情景，我要有平安甲喜乐。我的人生要活了精彩，我的人生要活了有价值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，祝福咱各位朋友乡亲，也祝咱所有正在对待中得来的家庭，久久无见面的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恁，嘛祝福恁的囡仔，嘛祝福恁的孙仔。你我咱拢伫教会足久啊，咱拢对少年人、勇壮的人变做老人，但是。上有五望就是今仔咱来参加圣诞节对台中倒来，咱毋是家己倒来，咱就带咱的囡仔、带咱的孙仔倒来参加这个圣诞节。各位朋友，圣诞节故事是一代讲，我一代听。圣诞节故事是甲囡仔、甲孙仔讲，你乖乖大汉，你将来要有愿望，因为这个耶稣要祝福你。愿各位参加今仔日礼拜的朋友，你会当想看卖，你会当试看卖，你会当来。领受看卖，这个主耶稣怎样伫教会，诚做教会的人基督徒，因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拄则我有甲咱讲，故事的开始是安怎？故事的开始当然是耶稣的爸爸妈妈。约瑟伊所讲的故事，记载伫圣经中间最要紧，就是伫伊梦中，伊的囡仔要出世之前，伊的夫人人怀孕，在做梦的中间，伊咧想讲，这个囡仔将来要号什么名？天使伫伊的梦中甲伊讲：“你甲伊号一个名，叫做耶稣。”各位朋友，拄则牧师嘛有甲恁提醒兄弟姊妹。然后你的朋友问讲：“啊，恁庆祝圣诞节，啊，恁耶稣是啥物意思？”真侪基督徒伫教会足久嘛，无去真足去想讲：“啊，耶稣生做啥物意思？”因为耶和华生耶，所以耶稣嘛生耶，所以就安尼叫做耶稣吗？他是耶这个字，不是鸭子的鸭。这个也伫犹太人的话，其实这个字叫做神、上帝。耶和华这个字的开始，耶稣的意思就是上帝做我的帮助。牧师为什么要用这个借着这个时间甲咱分享？就是以后你若要去教会，若是你毋捌去过教会的人，你会当知影讲哦，原来因敬拜耶稣的意思就是，这个耶稣要成做因的一生的活靠，这个耶稣要成做因的帮助。耶稣甲圣经中间有一个预言，有一个古早人的名叫做约书亚，恁知影无？耶稣的犹太人的话的名就是叫做约书亚啦。但是伊简单来到伫希腊的时代的时阵，用希腊文咧讲，伊的名叫做叫耶稣。所以讲，咱伫今仔日，咱咧当听伫约瑟伊所讲伊的囡仔的故事。伊讲伫梦中的时，上帝甲我讲，我甲我囡仔号一个名，因为这个囡仔出世毋着为着阮传宗接代，阮的家族安尼那定。这个囡仔伊来到这个世间，是为着要带人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这个囡仔伊叫做耶稣的意思是，伊要带来上帝的帮助甲祝福，互伊身边的人。各位朋友，愿恁伫今仔日的人生，恁有听到这个故事，你把这个故事放伫你的心内，你想看卖？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什么所在、什么时阵，你需要帮助？人讲千做万做不如天一位，人较熬嘛有尽头的时间。愿主耶稣成做咱在座各位朋友恁的祝福。这是一个古老的预言，因为犹太人因捌做真辛苦的犹太人的民族。因为这个民族捌伫因的历史顶悬，互人吞踏400年做奴才，
恁也知影，恁毋捌听过教会咧讲起犹太人的故事，恁会知影讲，犹太人是一个真辛苦的民众，伊毋是国家互吞踏，伊到伫19世纪嘛互吞踏，有无？20世纪的时阵有一个叫做希特勒，杀500万、600万的犹太人。犹太人这个民族，因世世代代咧求上帝帮助。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，但是天使甲因讲。古早上帝答应恁的代志，今仔日就发生。基督徒相信圣经所讲的话，每一句祝福的话，拢要成就。这是阮的信心，嘛是阮所相信。因为阮相信有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耶稣，伊就是圣经内底所讲迄个救世主。救世主就叫做弥赛亚。弥赛亚意思就是要拯救人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的国度。伊要真侪人的拯救。真侪人的帮助，所以兄弟姊妹对今仔日的礼拜了后，你会记得人来问你讲耶稣是甚物？你讲耶稣就是我一生的帮助，对我细汉到少年到大人到我年老。我是一个第4代基督徒，我的阿祖就信耶稣。你问我讲啊，恁家族信耶稣了，敢有较好？我甲咱报告讲，无论我爸爸妈妈这边的阿祖，无论我的妈妈这边的阿祖，阮4代。阮的家族无较好业，但是阮的4代中间拢有平安。我的姐辈、我的姑表、我的兄弟姊妹，无人是突锤后来迷路找无路通得来。各位朋友，基督教所咧讲的幸福，甲这个世间所讲的幸福无一定同款，但是真重要。伊讲平安喜乐。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，这个上帝赏赐恁。伫人生中间有所有一切的美善。咱来到这个世间，若是苦海，那安尼这个人生真辛苦。我相信这礼拜伫台北火车头内底做迄项真残忍的代志，迄个人一定活了足痛苦。若无，伊应该袂安尼做。各位朋友，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有时咱伫痛苦的时阵，好像就伫黑暗的房间内底门关起来，咱看无门。咱嘛毋知咱将来要怎样较好，但即个耶稣就是带来即个光，互咱伫人生中间无拄着即种过头，咱无法度控制咱家己的。圣经讲，我报你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我真心中，我真恭敬，伫今仔日这样即个时间，快乐的时间，毋是干那邀请咱来食圣诞大餐。我要对心中甲咱分享讲，咱会通诚做有幸福的人。甲基督徒同款，因为基督徒甲咱同款，拢伫人生中间，人都有尽头，人拢有有限的时阵。但是这个无限的上帝，要真侪人的祝福甲帮助。你若愿意，你无一定要马上洗礼进教会，你会当试看卖，一步一步一步。我的长辈甲我讲，踏出第一步，搁再来都无困难。咱踏出第一步，行正确的道路，就哪行哪光明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，我伫今仔日要甲咱讲，幸福对今仔日开始。因为我对今仔日的路加伊所讲这个故事讲，今仔日伫霹雳乡为着恁出世一个红婴仔，今天这个字，其实我甲恁同款，读足侪摆对少年读到即摆，这个故事拢会晓背啊。但是这个今天从来没有成为我的思想内底一个最要紧的关键字。幸福对今仔开始，你买无？你想要真做一个把握当下的人吗？所以今仔日的选择，今仔日的态度，甲你的一生有关系。所以今仔日咱点到拿掉的时阵，是逐个人拢看会到。愿主耶稣带互咱是当下的祝福，是从今天开始直到永远。各位朋友，试看卖，你无一定爱来到德堂教会，你才会当拄着幸福。你会当伫你的心内问讲，今仔日我捌听到一个我从来毋捌听过一个人，伊讲几句话，伊甲我讲，你要活在当下。路加用这句话所讲，路加所讲的话，后来伫教会2000年来，诚做一个最要紧的传统。你若捌听过修道院？修道院至今拢有700个祈祷。因为圣经讲，我每天7次的赞美你，诗篇119篇。基督徒就对安尼开始。当路加讲700个当天，
当天伊讲，今仔日救恩要临到你的家庭，今仔日你要甲我同到天顶的乐园、天堂的所在。你若听到这句话，你敢会对心中讲，若有遮尔好的代志，我嘛袂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底，今仔日这个圣经传说的故事的耶稣，可以跟你有生命的关系，只要你愿意。这个耶稣可以成为你生命的朋友，这个耶稣会当成对你生命的领航者，带你行人生道路的人。我捌伫细汉的时候问伊，我的将来会怎样？这个主耶稣伫我关键的时刻，来选择我的人生的职业，选择我头前要行的路的事。伊无出现，但是伊将这种的感动放伫我的心内，有我一个方向感。虽然伊无牵我的手，但是伊个方向感，我知影讲何去何从。各位朋友，这个耶稣真奇妙，你当试看卖。罗莎所讲的“今仔日”一字，今天其实是咧甲咱叫醒。你爱为着你今仔日来活，你爱活着你今仔日，因为今仔日就是一个机会，因为今仔日就是一个选择甲祝福的开始。各位朋友，愿这个今仔日每一天，天天都带给你一种期望跟盼望，互你目睭天金，拢讲赞啊！又搁一个幸福的日子开始。有真侪人暗时要困吼，透到唔愿意天金目睭啦。为什么？有够辛苦，今仔日天光目睭若天金，就要爱搁去做苦工。祝福咱各位朋友，当你天光的时候，目睭天金，你当对你心来讲赞，搁有一个奇妙的一天在等着我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每一个朋友，我们活在当下。当下的意思就是今仔日要临到，美梦要成真，而且今天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。今仔日、明仔载、将来，拢永远是一个持续。愿各位朋友，在你的生命中间养成一个态度：幸福拿来，不要擦身而过；幸福拿来，了掉。所以迄个各样的人，伊听到天使了讲了后，伊无讲啊，讲咧喊过，伊连插伊都无插伊，毋是。迄个各样的，就大家我头看来看去，伊也听到，因就参详了，无咱来去看卖咧。这连各样的人就叫做圣诞节的开始，因为因有行动，因为因抓住当下，所以因看见今天。伫约家内底有7摆，我无完全写起来。伊讲有一个婴仔为着恁出世。第二，这个祝福甲应允，1000年前、700年前的应允，今仔日已经真的成就伫恁中间。今仔日伊讲救恩必临到你家里。做人上大的快乐就是我毋免靠人帮衬，我会当自由自在。我有够个能力，我会当照顾了我家己。有真侪人生活无法度甲家己照顾好势。人伫人生中间的生活，会当甲家己照顾了足好势的人，就是真了不起的人。我知影咱中间有一个人，我不爱讲伊的名，但是伊是一个真够照顾家己的人，因为伊有困难，但是伊却是一个真够甲家己照顾了真好势的人。一个若袂当照顾家己，照顾好势，伊将来就无可能照顾一个家庭，照顾伊身边的人，是毋是？做父母养育囡仔最大的功课是教你的囡仔学习会晓照顾家己，享受照顾家己，然后你就要甲这个稳定同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天天意识到自己的存在。罗家讲今仔日，其实伊是一个真有想法的人。伊会讲今仔日的意思就是讲，今仔日真重要。伊意识到今仔日甲我的生活有关系，今仔甲我的将来嘛有关系。愿咱伫今仔日这个话中间有一句圣经内底讲：我每天7次赞美你。记载伫诗篇中间119篇164节。这是教会的人常常学的。恁会当伫一种的人、一种的国家的人，伫因的身上看到这件事情。恁若捌看过有印尼来的外佣，还是讲咱这个义工帮助咱的？真帮助咱的这个姊妹，因若包头壳有包囡仔的，
你敢知影回教徒一日几摆祈祷？兄弟姊妹，咱无比因较敬虔呢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正领受这个幸福，毋是算几摆，毋是。7伫圣经代表完全，就是讲你伫心内完全互上帝祝福，啊，你伫心内欢喜完全甲这个上帝做好朋友，这就是7摆的意思。所以今日圣经就开始讲，来啊，咱鞠躬敬拜，跪落伫上帝的面前。进入礼拜堂，咱中间有真侪人入来时，是徛伫门口，真恭敬行礼。这就是咱入到圣殿的时阵，咱知影，咱要敬拜一个看袂到、通敬拜的上帝。愿你成做你的上帝，成做你的倚靠，一生一世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来受祝福。你若愿意，你问牧师讲，我敢爱逐礼拜来教会，当然欢迎你来。但是你若无来，牧师甲你祝福，你会当伫你的心内找这个上帝，因为这个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当你忧伤的时候，你会当甲伊讲话；当你毋知你的将来要怎样的时候，你会当甲伊讲话；当你找无你的路的时候，你会当甲伊讲话；当你快乐找无人通安尼分享的时候，你嘛会当甲伊讲话。各位朋友，愿咱今仔日来到以西文做前，参加圣诞的盛会。圣诞节不是一年一摆，是天天都可以。圣诞节是可以天天跟耶稣基督活在一起，天天享受圣诞节的快乐。各位朋友，今仔日所讲这几句话，甲你有关系，甲我有关系，甲咱每一个人有关系。我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祝福咱各位朋友，祝福恁成做好命人，祝福恁伫一生的中间会通认捌这个会通带予你祝福的耶稣，因为这个耶稣不是为着基督徒出世，这个耶稣是为着所有世间的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。愿咱伫今仔日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欢迎恁来，嘛多谢恁来。也因为恁今仔日有来，所以恁就听到我解说这个圣经的故事。也今仔日因为每一个教会兄弟姊妹，包括喜乐宝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期待这个圣诞节，对不？阿关。耶稣爱你们每一个人，祝福咱大家。愿今仔日，咱听见，咱看见，那么想看卖，你若愿意，你会当讲我愿意，我需要这个祝福。愿你看到一个记号，今仔圣经我甲咱解说讲，放伫迄个马槽，迄个耶稣，迄个故事，因2000年来拢要做讲故事的记号。所以教会常常拢有布置一个马槽，教会拢有一个圣诞树，教会拢有真多这象征性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伊要提醒阮会记日，这个故事搁再发生，今仔日要搁再发生，将来嘛要搁继续发生。愿咱来到伊的面前，听到这个故事，你若愿意，你会当问伊讲真的啊假？你会当问这个上帝讲，你是真的啊假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每一个人拢领受这份的圣诞礼物。耶稣爱你们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教会诚心诚意，邀请阮的同学，邀请阮同学的家长，邀请阮的厝边，邀请阮出外的兄弟姊妹。阮伫这个圣诞节比过年更较慎重，阮定心都来到教会，伫这个所在。阮将阮的朋友邀请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祝福因，互因甲阮同款，拢经验到你伫人生中间的祝福。愿奉主耶稣的名，甲因讲：耶稣听你，愿主耶稣你的神进入因的生命中间，互伊知影你是真正的耶稣。愿安尼祈祷，我靠你的圣名求，阿门。
咱要请向日葵学员来俄勒来应答上帝的听。主耶稣今夜已降生。
咱用圣诗94首来应答上帝的听。普天同庆，主临世界，请起立应答首。请坐，请咱准备奉献。
那这请这平安的请曾牧师。来用耶稣听你这条诗歌来祝福嘛，甲咱所有今仔日来参加的好朋友做伙分享，愿主耶稣会听，充满恁的家庭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主，阮伫庆祝欢喜的时刻，阮为着袂当来到阮中间破病倒床的，也是年长的士大人来祈祷。主，求你的恩典，你所赏赐的平安甲勇健的身躯，伫每一个倒床咧康复恢复的阮兄弟姊妹。主，求你照顾每一个阮所少年的亲人，伫这个节期，将你的平安赏赐互因。阮今仔非常欢喜，做伙伫教会内底有真侪第一摆来到教会，阮的朋友，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也祝福因伫人生中间有上帝你奇妙的恩典，互因经历到伫生命中间迄种欢喜甲祝福。阮伫你的面前有伫这圣诞节，阮当心安的恳求，也恳求天父上帝照顾阮喜乐的家人，互因伫每一天拢会当经历到上帝你的圣神甲你的天使，甲因三甲地地。阮伫你的面前当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首先来欢迎咱今仔来参加参加的家长，好不好？咱敢有家长亲人伫遮，咱挥挥手吼，恁举手挥挥手，阮大家甲你欢迎欢迎大家哈！佮有咱路中有真侪个家庭倒伫咱中间吼，甲先阿强是无？也是家先阿强吼。咱真欢喜，咱路中的兄弟姊妹因倒来参加圣诞节活动吼，咱挥挥手吼，上帝祝福恁演讲兄个演讲兄吼，上帝祝福恁。好，咱下面咱要来圣诞节奖品吼，咱请国小的小朋友，你不是国小的啊，但是他今天的主持人。开始了，我们首先要颁发给我们的2位好宝贝吼，每年的圣诞节，因为为远远的所在回来。玉范跟云浩云，来，你们请出来。浩云高3了吗？我为你祷告哈。玉范还是读台北大学。好，来，牧师要给他们奖学金，我们最棒的孩子。回座。好，过来吼，过来，咱的程序吼加复杂哦，请你来听牧师讲的。你若要摕奖品，我老讲小学生全部上来，国小的就要全部上来。恁等分了时阵，恁甲牧师讲，牧师我国小，我讲他拄仔恁开无上台咧，无上台就没有了哦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幼稚园、国小的小孩子，
全部上来，不要怀疑，你就是你来读国小，对，对，全部，好，很棒棒，来，哎，很棒，来，站过来，站过来，站过来，站上来，没关系，不用客气。好，站上来，好来，这边来，你们都过去那边，过去那边。好，这国小全部站上来，嘿，较细汉伫头前，较大汉拢位后壁去。嘿。你可以要到爷。来，站来，老师这里。好，国小的，好，看你们练较大汉的，还可以继续到后面。嘿，好啦。哎呀，杰宁较大汉呐！哦，因两个名拢足歹啦，这叫做维凯啦，啊袁，哈，哎呦，足好好名，我甲上会记得杰令的名。好，维凯长大了，袁成哦，袁成对，好，国小的都出来了吗？还有没有没出来的？好，现在我们要请关灯。关灯之前，我要跟你们报告，昨天圣诞市集完了之后，发生一件事情哦。好，好佳哉，我有甲伊录影起来，今嘛请恁来看录影。那你3只鹿仔是会行路的哦。圣诞老公公昨天悄悄的来了，把咱的礼物全部拢装上车。好，他开始要跟麋鹿会合了。注意看哦，我们的麋鹿真的会飞哦。注意看哦，哇，准备要飞了！哇，它要飞去哪里？它飞进来了，它到底在哪里？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到底在哪里。好，我们现在请礼物小天使来赠送每个小朋友糖果。每个人都一样哦。嘿。你们可以后面的帮忙传到前面，我们都没有分说今天来的小包，以前来的大包，我们都一样大包。嘿，好，尽量往前面传。嘿，每个人都要有拿到，这边还没有拿到。好，没有拿到的举手。麋鹿送来的，好，我们把多的到后面，因为等一下还有第二批哈。好，现在请牧师就位，主日学老师就位。还有
还有展望会的老师也过来跟他们合照，赶快哦！那老师来站这里。好，老师站在那边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甲你扎嘞无？啊，咱我安尼。好，合照。好，请老师退场。好，那个很不幸的要告诉你们，我们的礼物已经被圣诞老公公载走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送到那个灾区去帮助别人，所以我们今年礼物只有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呀，好棒哦！给他们拍拍手，继续站着，好。今年甲舞只爱看有诶无诶，舞到足忝。哎，各位小朋友不要急，这上面都有你们的名字，等一下会按照名字发，请礼物姐姐来帮忙。礼物姐姐来，按照名字，你要喊名字。一柔喊到举手，一柔姐啊，牧师也可以来，大家帮忙发。好，请我们把气氛炒起来。等一下换你。啊？你没有礼物啊？圣诞老公公会飞进来。哎呀，你们。对，没错，今天大家通通有礼物。请大家帮我们一下哈，因为有的小朋友是前天才报名的，应该你对也名哈，我俩跟他确认，我们稍微安静一下，让老师确认。都有按照名字写，绝对没有错。好，还没有拿到的举手，还没有拿到的举手，还没有拿到礼物。这里有一个没有拿到礼物，叫什么名字？维宇，刚才我在叫那个。维宇没有，刚才有叫到。好，你的。好，还有谁？没有拿到？没有人举手，好，没有拿到的请举手。好，都有拿到的，好，
请你们回到座位上，我们还有第二批。小心，哎，你坐在哪里呢？嘿，袁成呐，你讲的啊，哇，你想到挂香帮我弟拿。哇，你抬不动哦。哇，你搬得动吗？你拿皮箱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国中生全部上台。国中生全部上台。国中生上台，国中生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喜乐宝院这边会由圣诞老公公和牧师一起来颁发奖品，所以我们请这边的小朋友稍微等一下。哎，阿姨。好，学员的啊，我们没有糖果吗？哦，糖果昨天给了，糖果有。好，向日葵学员的，哎，其他的等一下拿哈。红妹妹啦，长大了，嘿。有红妹妹的，红妹妹怎么没拿到嘞？是不是有人？来，是不是有人拿错？大家都有了吗？都有了，都有了。好。都有拿到吗？没有拿到的举手。好。那糖果都拿了吗？都有了吗？好，我们请向日葵学院的老师。好，大家一起来拍个照。那个是谁的？好，照相完我们要赠送给。请就坐。哎，阿姨那边呢？啊？谁没拿到礼物？谁没拿到礼物？都有的。好，你过去那边拍照。好，请我们再等等，我们现在在颁发给喜乐保育院的。
现在赶快来找我，礼物有问题，现在赶快来找我，等一下就没办法了。高中的没有，等一下，嘿嘿。高中的等一下，高中的等一下。高中的送他。好好，我们请高中的出来。送那个还是送这个？哦，摕2包送好。好，高中的，高中的。有去读哈，等一下，有去读哈，有没有读？老在跟你开玩笑。好，照相一秀的，一秀归表。往右边一点，往右边一点。各位亲爱的姐妹、弟兄们，咱礼拜还未结束哦，慢车离开了哦。咱过来要送给大学的，请大学的上来，你们就拿了就可以上。请大学的上来。给我提了了。哦，底下。大学的举手。你两个免起来，来，直接送。好，还有娱乐，好，娱乐1包糖果。好，其他的各位长辈们哈，等一下有，咱今年的圣诞歌就好吃哦。咱旧年去年的圣诞糕做的比较硬，咱改反应料。今年的圣诞糕很好吃，等一下会送你们圣诞糕，还有月历，每一家拿1本就好哈。还有那个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吃羊肉大餐，欢迎你们留下来。好，我们其他时间交给庄牧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哈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和我的教会，成做一个温暖的家庭。在这个时刻，有真多囡仔因得到圣诞礼物，也有真多家长用欢喜的心看到因领到圣诞礼物的欢喜甲笑容。我要为着所有来参加的我的兄弟姊妹祈祷，主求你祝福因，在年尾甲新的年要开始之前，主啊，听我的祈祷，将你的祝福放在我的人生，在我的家庭的内底。主，阮恭敬将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交在你的手中。阮无法度真细致、真认真知影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但是天父上帝，你知影每一个人伊真正心中的渴慕、愿望甲需要。主，你祝福阮伫圣诞节
会当亲自对你领受对天地来的祝福。阮感谢你，等一个礼拜了后，互阮用欢喜的心做伙食圣诞爱餐。伫爱餐的中间，祝你互阮亲像家庭同款做伙交陪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好无？甲这礼拜生日的人。这礼拜生日的人，子玲有来嘛？吼。上帝，阮将阮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，每一个囡仔生日的事，拢是领受生日礼物的时刻。我要奉你的圣名来祝福每一个生日的阮的姊妹。主啊，求你祝福子琳，伫伊的人生中间有上帝你恩德的油。主你对天灵感恩陪伴，每一个人受主你的祝福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互因恩上加恩，互因力上加力。主伫因的人生中间，你用喜乐的油膏抹在他们的头上，互因的一生恩上加恩，伫因一生中间享受上帝你的祝福。主啊，为着玉桂节，为着启动，为着宝贵，为祈师，为着家庆，为着居良，为着玛丽，为着真宴，为着名誉祈祷。主你祝福因伫生日的时，主你施恩祝福，互因伫过来一年，天天都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我伫你的面前来感谢祈祷，我可说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明年更好，加油啊！上帝祝福你们啊！好，咱来请师父报告，好，请师父报告。即摆我来报告，顶周的聚会，请恁家己看。本周聚会礼拜9点半伫教会，即礼拜拜三有平安年的俄乐礼拜，8点伫礼拜堂。拜六查经班9点，早市到下暗7点线上。圣光复赛后礼拜要请姚丽芬执事，领诗请青少去。书记要请李慧英姊妹，书宪交代请张世强执事、林兰露执事，爱餐要请尤雅丽姊妹，请咱照这个顺序来读新安宫读经表。具体交通第一，咱今仔日真欢喜主耶稣的降生，咱同心感恩而乐，求主耶稣带予咱天国的福气，予咱的性命发光，会当荣神益人。第二，拄好报告平安夜有平安夜赞美礼拜，请咱大家来参加。第三，岁末年终感恩礼拜，咱伫跨年为着明年有一个新年新希望的祷告会，就是11月31号暗时9点，咱有跨年的祷告会，欢迎大家来参加祈祷会。请咱继续为这生日的兄弟来祝福祈祷。红的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问题，向会计来更正。内底的事项，第一，请咱继续为身心欠安的庄人居、黄凤人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二，请咱继续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、升学考试的祈祷。第三，请咱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四，请伫为出国在外的青年刘一鸣、林立轩、刘义金来代祷。请咱来吟上行圣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请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。
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主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你每一个人三甲地地，对这世到永远无尽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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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请坐，乐道闭会。